气象署初三针对各类县市发布高温警示，伫咧桃园的路竹就出现39度2的高温，那新北市的三峡含金门呢也超过38度。根据着这卫福部的统计，讲这7月初1、初2这2天，因为热伤害去就医的就上百人次。着急诊医生也讲，最近逐天呢拢有5-6件因为热伤害来就诊的。许多民众若准发现讲你的头型无精神，就要特别注意。一头赤影影，突然行伫咧路里嘛感觉烧忽忽。袂少外省员毋是去有一头拍甲乌去，啊无就是家己准备去冰水，穿浅色的外套或者是挂手笼，规身躯包甲目睭睭，避免热伤害。可以去那个槟榔摊，他说有那种卖那种结冰水，差不多20块1罐的，然后就直接买来喝。一直流汗呢，待不住。别人比较不会流汗，他可能习惯了可以，但是我摸上去都是水啊。晒伤一定都会晒伤啊，习惯了就麻痹了。中央气象署初三针对超过10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，桃园路竹测站测到39.2度，是全台湾上高温。新北三峡的测站甲金门测站拢超过38度。桃园的中台临海站，还有屏东关山猪门高温拢有37.1度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今年6月初1至29，因为热伤害去予医生看的，都有624个人次。7月初这2天，有超过100人因为热伤害来就医。大概一天可能5-6件有吧。早上最多当然第一就是老人家可能有时候晚上可能水喝少，然后晚上不开冷气，所以家人发现怎么老人家能全身发烫来，以为他发烧感染，其实很多是中暑。不过这热炎炎的天气，到拜6礼拜可能会有变化。天气专家指出，今年第3号风台目温，初三透早形成，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。不过要注意，目前在菲律宾北边外海有一个热带扰动 9-W 有发展的趋势。上近拜6礼拜有可能会形成风台，而且离台湾敢若500-600公里，也要持续注意伊的变化。角度比较大的话，就会压到我们的东南边或者是东边的海面上。那如果是走中间的路线，就是直接对着台湾来。所以无论如何，看起来这个系统大概对台湾都会有影响。气象专家表示，目前这个热带扰动 9-W 形成风台的机会真大。按算到拜6礼拜，伊行线的路线就会较明确，呼吁民众要是要注意最近天气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